虽然一路昂扬，让伊马古嘎萨拉维。怎又叫我放袂记做厝的滋味？怎又叫我放袂记熟悉的气味？我想要。出现的一日，我想要回去，但我也会记，我要亲像我毋捌离开，我要抱你安安，毋放开。我要请你听我讲，我爱你，人生若无你，我不知要对倒位去。我要亲像我毋捌离开，我要抱你安安。放开，我要请你听我讲，我爱你，人生若无你，我不知要对倒位去。人生若无你，我不知流对倒位去。好，马上请两位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一凡，你唱歌真的是出戏哇哇哇哭的时候，就是咧唱歌啊啦，谢谢老知道吗师。？而且这首歌曲我要甲大家解说，一凡唱的这首歌，伊唔是干那唱尔，伊是用讲的，伊有一部分是咧讲话，一部分是咧唱歌，一部分是咧对内心戏，在做内心戏给自己看。另一方面又在演一首歌，演一首歌给恁听。所以我觉得一凡这首歌，我真的觉得太棒了，很棒，很棒。我觉得你们今天哦，两个人哦，一出场哦，就给今天这一集哦带了一个开场，不是谁跟谁比赛哦，是你们两个联合开场，我觉得是这样啊。然后一凡呢，今天就是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每次你来都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感动跟惊喜？因为你没有一次唱歌是没有认真练的。因为没有认真练是不可能唱到一些细节的，因为那些细节前面就唱过，你要抓到一个新的细节，一个细腻怎么样去找到这个细节？你知道你要听了很多次练的都才肯做到这一点呢。老师真的太感动，你有听到？所以呢，当你这么唱的时候，对手才有可能接到你这个能量，尤其他如果技术也很厉害的话，有能量的话，就会连接过来。这一幕哦，就会让我变成一个哇，你们两个好像在办一个演唱会，你们做一个开场，